今日請四海上線咧，一齊同我哋拆解呢個北京911事件喎。哇！一次過錄影時間咧就係6月嘅即係日7號啦，係啊。咁就我哋原嚟6月26號嗰晚上，咁就發生咗一架小型飛機撞擊北京最高啊，記得係中國專大廈，咁啊叫中信大廈。咁呢件事咧就稱為北京911事件噶啦。咁呢件事咧就非常之敏感噶。先講下最新發展先。交俾四海哥update下。OK， 嗱，首先咧，呢啲事件喺中國第一次發生。又記得2001年911啦，大家你記唔記得當時嗰個情況？我印象好深刻，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喺亞視裏邊坐館啊，一路睇緊呢個咩世紀大災難，全世界都愕咗然啊！即係雙子大廈咁樣 collapse 咁樣落咗嚟，我諗連嗰個主謀拉登咧 Ben Laden 咧，佢都唔知道咁大鑊，即係可以咁震撼嘅後果。我好記得，當時唯獨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啲人係拍手掌。我係完全冇辦法理解到呢啲咁嘅幸災樂禍，即係嗰種咩心態係幾咁卑劣嘅人先至可以做得出呢啲嘢，即係好老實講，人哋同你有仇咩？有咩仇？喂，你見到人哋咁嚴重一個災難係人為嘅災難，你可以拍手掌？呢個我哋敵人嚟噶嘛？敵人，咁你唔該睇下書、讀下書、接觸下外邊嘅資訊。美國喺過去150年嚟對中國有幾大嘅貢獻？我講係貢獻啊，聽清楚。清華大學邊個起嘅？八國聯軍庚子賠款，唯獨一個國家係冇將啲錢用翻喺自己中國身上，一分錢都冇攞嚟中國俾翻自己嘅國家。呢個就係美國。即係睇清楚先嗱，我而家唔係叫你親美咁樣，即係美國佬大晒，唔係。即係我話，即係種仇視咧，你就要一個理性嘅角度去睇。同樣今次，哇，都知輪到中國911啦。就喺三環外邊，有一架小型嘅飛機，就撞落三環嘅。喺北京嘅三環咧，呢個叫中信大廈，佢叫中國專啊，珍姐前提咗啦。咁而家咧就話證實咗咧，就係中信咧，入邊一個銀行嘅高管，一個叫劉俊華嘅女士，就揸呢架飛機喺北京嘅機場起咗飛之後咧，佢就一脫離咗個飛機嗰個航空，因為飛機咧係咁樣噶。飛機同船舶一離開咗嗰個 port 之後咧，你就一定要同即係岸上邊保持住一個通訊。但係佢就出奇地熄咗嗰個應答器，熄咗個應答器咧，嗰個 panel 嗰個控制塔裏邊咧，佢又會響燈嘅，嘟嘟嘟嘟嘟，佢即刻會嗌翻，即係地面嘅指揮人員嗌翻你嗰個機，喂，聽唔聽到啊？你個機發生咩事啊？即係如果3分鐘之後你仲未有應答嘅咧，就當你即刻搵雷達去掃嚟，你架機仲喺唔喺天空？如果唔喺天空，或者係話，基本上可以判斷你係aircraft 嘅啦，即係墜機嘅啦。但係如果你雷達上面仲有你嗰個機嗰個掃到你嗰個機嗰個影像出現，而你唔去答嘅話咧，咁因為911之後呢種情況馬上視為恐怖襲擊，911之後就咁樣全部定晒啦。而同樣一樣，哇！喺你飛去邊度？突然間你主動熄咗個應答器，因為喺北京咧。好得意嘅，佢喺2環裏邊咧係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嘅空軍去負責天空上空嘅雷達，